天气向向反冷，这心包油、心梗塌的患者嘛变多。高雄市消防局就研发一套心电图的联动系统，伫救护车抢救这心电图的资料，就会随传去病院医生的手机啊，争取更较侪急救的时间。用这个系统到达，已经救护超过400个人。救护员就心电图定位布搭伫患者胸坎，解说伊心脏的状况。若是心脏向袂爽快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这就是消防局研发12刀停心电图机。救护员伫救护车内监测患者的心电图，资料就会连面传到病院医生迄边。伊会当伫最紧的时间最紧的时间。就我都分析出伊敢是有这个心肌梗塞的现象。最近天气较冷，心梗塌的患者增加。消防局统计，高雄这个月就接到65位可能是心梗塌的患者。伫救护过程中，根据患者心脏的频率，救护员会当初步判断。同时间透过网络的群组，医生诊断患者严重性，只是敢要用药啊，病院会当提早准备，来争取患者救命的时间。同步上传到阮赖群组内底，有医生做会甲我们做判定。那医生的部分，他会帮我们协助判定说他是不是符合胸痛的一个部分啊，以及我们需不需要给他吃药。高雄市消防局是全台第一个建置心电图无电网，为1801年开始，这台机器成功救护495人。目前每一个分队救护车拢有2台以上，嘛提高心梗塌救护的成功率。记者张一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